花花，郡主不省人事，这个药喂不进去，该如何是好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，太医？是啊，太医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好了，此药是攻毒的方子，不能喝。常安伯，花花，此药是剧毒，伯爷万万不可再喝了。花花，花，不能再喝了。骗我的？骗你怎么了？本来就是因为你贪吃，想跟你说门亲事，没想到你那么没出息。你怎么了？让于大夫先看看吧。来，于大夫，快来，快瞧瞧。怎么样啊？如何？于大夫，怎么样？老爷夫人啊，小姐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容老夫再观察几日。好，这就好，有劳了。有劳了。